今日介紹一套超級筍嘅複式，呢個複式咧望呢個景觀，望日落，望山景啊！呢個私家露台加埋起碼都成100個平方啦啊！全部係你哋屋企嘅私家露台。呢度3+1房，呢度有房，有個廁所。呢度仲有一個生活陽台，可以搭 BBQ 啊！呢個景觀，山景一片無遮擋，望別墅區嘅。呢樓梯下去，呢樓梯都 OK 啦，唔係好陡嘅。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景觀，前邊係冇有樓遮擋啦，可以望到半山嘅別墅區嘅。呢度有一個樓梯間，可以放雜物。啊，廁所乾濕分離嘅，同埋嗰個房間景觀都好靚嘅，山景無遮擋。呢度一個6米高嘅一個，一個6米高嘅一個吊頂啊！呢個廚房，廚房又唔係好大，仲送埋呢個入戶花園。呢度嘅複式咧係3+1房，一共有4個房，兩衞生間，4房2衞，位於山嘅海入灣嘅。個小區後邊就係銀富市場，生活方便嘅。呢個複式嘅近棟嘅露台咧有成100個方啦，依家109平方，只需要50幾萬。有興趣嘅話，緊留我哋則樓啦。